乡亲啊，继续来到苗栗的湾里当地景山溪，最近一年来鱼虎入侵。这个鱼虎是外来种，真大尾，阁真歹，是食肉的鱼仔类，可能是有人放生，怎大量来生炭，甲本土鱼仔是食了，破坏生态。所以当地乡亲就组成这个炮虎大队，大家相招钓鱼虎，要甲消灭。伫溪边钓鱼啊，足好钓的。什么鱼？鱼虎，又是鱼虎。钓1点钟大丰收，抑过有将近30尾是鱼虎。哦，一次中2条啊！一摆钓2尾嘛是鱼虎。好漂亮。连囡仔嘛会使真简单就钓到鱼虎。这条是苗栗鲤鱼潭水库下游的景山溪，溪内面的鱼虎敢若拢钓袂了。放生团里放的外来种鱼，把它消灭掉。对吧？放太多了，破坏生态。鱼虎是红山鲤外号，嘛叫做泰国鲤鱼，是外来品种，体型真大，会使大到1公尺长，是真恶强势肉食性的鱼类。喙内面有真侪尖牙，较早就民众的骹肚，和鱼虎夹着了后，空喙看起来真恐怖。鱼潭留下来的，鱼潭本身就很多鱼虎。最近这1年来，鱼虎侵入苗栗鲤鱼潭水库。专家又讲，可能是有人掠来放，只是讲鱼虎大量生炭，真侪本土鱼啊拢被食了，连农田灌溉沟仔内面拢会使掠到鱼虎。为了维护当地生态，民众组成拍虎大队，用钓偌济就钓偌济。农业局嘛呼吁讲，千万唔通过乌白放鱼虎。